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30日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中国伟大军演，咱国防部是公布因为发射27粒的火箭弹，多数拢落伫咧北部、南部海峡24海里的所在，无造成事故。但国军嘛发布宣传片，强调这中国的动作，咱是完全掌握在内。一步嘛唔退，要保障安全。咱海军成功军舰甲中国呼和浩特舰双方咧对徛，共款伫咧台海前线，西凉军舰监控中国的龙虎山舰。中国发动政治使命2025演习，咱国嘛无咧惊伊。国军30发布定情应对宣传片，一个手公开几啊张 F-16V， 利用暗角手夹枪监控中国运油20，空警500A 飞机、歼10、歼16等等的军机，还有海军几啊只军舰监控中国军舰的影像，展现海军、空军精索的能力。中国伟大军演进入第2天，东部战区30分别针对台湾北部、南部海峡进行远度实弹射击，而且公开射击的画面，讲全部拢拍有照，要来吓惊台湾。针对这点，国防部长郭立雄伫咧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掌握射击拍到的所在，是伫咧咱国24海里附近，集中伫咧第1甲第3禁航区，无发生任何的事故。实施了多管火箭的射击，那总共我们的资料统计呢，大概有27枚之多。我们所侦获到呢，共计一共是71架次，其中有35架次逾越了中线，进入到我们北部、中部，还有我们的西南空域。那共建的部分呢，一共有13艘。海巡专艇嘛掌握中国海警船的动态，用1对1方式，而且并行监控，强调在中华民国的海峡，敢若有海巡有执法权。我方已多次警告你未前方亮光为13.6，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中国持续对台湾施压，宣布伫台湾东部海峡组2车军舰队、甲无人机等等的兵力，执行立体投送、夺控要港等等的项目。国军反制中国军方演练顶岛，海军海防大队透早伫咧花莲港部署，嘛赶去台东建构东部海岸的防卫线。面对中国愈来愈敢，总统赖清德伫人民册写讲，只要团结，就会当共同来抵抗威胁。吁请全体国人，此时此刻务必冷静、沉着，而且安定。政府对所有的状况都有万全的因应准备。有片的渔民为着要闪开中国军演，提早回港，想袂到哪像看到中国军舰出现伫咧片湖花树海峡。偏防部赶紧执行重要目标防护的任务，随去到战术位置，深化战场的经营。为了防范中国由演转战，为淡水河侵入台北，53工兵群运用 M3 扑门轿车、甲侦察突击船，伫水路进行多站处阻断的配置，无意影响中国军方的行动。新竹空军基地换上2轻，飞弹已经挂起伫飞行机，太平升空。现在上强的战车，陆军 M1A2T 投入第2批换装的训练，执行实弹射击，加速形成战力，捍卫家园。记者综合报道。今日中国媒体是阁有刊出一张，讲是用无人机对空中来翕台北101的这个相片。不过，咱国防部是强调讲，中国是无任何一架无人机飞过24海里的所在。这专家也质疑讲，这相片的角度无成，可能是摕别张图来改的。中国媒体发布相片，背景是台北市，会当清楚看到台北101。中国讲这是无人机位悬的所在翕到台北101的相片。昨天我们也掌握到这个社群的这个消息啊，昨天中共的无人机都在24里以外，所以这个消息跟事实有所出入。那我们认为这个很明显的是个认知作战。国防部经背会讲这是标准的认知作战，爱民众唔通互骗去。如果他要这么近的话，应该基本上第一时间是不会相信的。我没有很相信他啦，我们还是用我们自己的常识去判断。中国公布的相片，为咗民众虽感觉是假，也为咗专家发现问题。无人机实施空中侦察设定影像的时阵，大部分有光学显示系统，暗过相片内底无这个相片的真实性，也有人为无人机翕的高度找到问题。他目前派出来的，包括无侦6、无侦7这一类的无人机，它的高度都是2万英尺以上，那个都比阳明山高非常的多。
所以基本上这个角度不符合它这个无人机拍摄的角度。军事专业原来有比对相片，好亲像是内湖撇山岩监视器所翕的角度。治安专家提醒，这种人敌作战会愈来愈严重。比较难防的话主要是它会透过很多的这种LINE 的群组啊、脸书啊、Threads 的群组等等做这个传送。政府要可能从一般的教育，然后从学校教育、成人教育等等，要多做一些宣导。治安专家讲，民众单方面接受无经过确认的影片、声音，还是文字，较会造成误会，还是形成心理压力。官方应该赶紧说明加解说，同时对社群顶假造散布特定消息的活动效果，应该用教育来培养民众基本的辨认能力。国防部30尾仔嘛公布，中国军演到单错误的消息有46篇，像讲批评政策、重伤国军，搁传出国防部长郭立雄休假无转来食的，国防部嘛呼吁爱加做查证。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日即届中国军演，毋但影响到咱渔民出海，咱飞轮机国内线金门是取消60座机班，在马祖是取消16座机班，大约是6000人受到影响。金门航空站班机时间砍放规个红色的通知，航班因为军事演习取消，原定要到台湾的旅客，今日当抽候补号码牌，希望会当地演习结束了后顺利启程。今天有病啊，有就到，没有就算了。报几号的，我看是报袂记的啦。中国伟大军演，地处金门马祖航线，除了中段空隙受影响，业者嘛考虑航班起飞了后无法度即时飞航。统计金门航线已经取消60架次，马祖航线取消16架次，差不多6000个旅客受影响。那可能到北投去洗个温泉嘛，这样嘛哈，不然那时间太长了。民航局协调航空业者，伫演习结束了后，增加金门航线甲班机10架次。马祖航线因为演习结束了后，超过每班机的时间，一直30亿协调业者加开班机数运。国际航线虽然无航班取消，不过投机公司讲，因为台北飞航情报区部分航线还佫空隙受限，航管营运措施也是有可能的延误。台湾官方报道，宜兰乌石港上海洋团无偌济，因为中国宽带军演的影响，游客较少。港区大部分是整备准假的渔民，当地渔会提醒，一定要注意可能受影响的海域。针对警戒的范围，还是要请渔民尽量少过去，避免发生一些意外发生。军演的区域就是比较特殊一点，所以这个安全疑虑，当然渔民也非常的无奈。台东渔会是讲，这届演习是中国单方面公告，开业较特殊，正关心相关动态。但是这届军演是但射击的范围，伫咱国南边海域，离牛栏片敢若9海里。一团拄仔来牛栏片步道的游客行程无受影响，有人摕相机出来翕海面，也有人为驻守伫当地的国军加油。有没有看到阿兵哥啊？有啊。昨天路上就看到。我们来晚会不会气氛觉得很怪？不会啊，还是正常。对啊。交通部航港局表示，军演无影响咱国上港船只的出入，咱方持续监视船只的动态，也加强联络。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关心天气，今仔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温度小可搁降。提醒观众朋友，若要参加跨年活动，都要穿较少咧。咱来看温度。今仔各地低温是14度至19度左右，北部、东北部的高温是未超过20度，其他所在是24度至26度。气象署是针对基隆北海岸发布大雨特报，桃园以北、新竹、苗栗、花东地区甲恒春半岛拢会落地渐雨，其他的所在是多云好天。元旦冷气团落南的一直寒到初4，在气象署嘛有个讲，明年第一季1月到3月平均温度会伫咧正常小可较悬的范围之内，雨水嘛较少。拜二透早受东北季风影响，有明显感受到温度降低。过来拜三暗就是跨年啊！气象署指出，因为32和元旦2天的云较低，所以提醒有要去看跨年烟火和元旦日出的民众，有可能会因为云的关系，会小看袂清楚。元旦这一天，就会有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南下，紧接着2号到4号都是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哦。3号的清晨是最低的，可能会有接近10度左右的低温哦。另外在中部地区也有可能会有类似接近10度左右的低温。那在南部以及花东的话，大概也有12到14度左右的低温。气象署也有讲，明年第一季的天气，平均的温度会伫咧正常甲小可高温之间。那雨水的部分是正常偏少。针对地动，气象署也指出，今年地动规模6以上的地动有6个。
规模上大的是这个月27伫基隆外海的地震，过来第二大的是年初1月2日发生伫嘉义大埔，和6月11日伫花莲近海的地震。菲律宾海管从东南这边碰撞上来，在这边开始碰撞，所以这一边的一个地震的一个深度，它大概都是比较浅的一个地震，然后在花莲这边开始隐没下去，从浅一直到深。好，所以我们12月27发生的地震，它的深度就大概70几公里，大概在这个位置。那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台湾的嘉南地区也有一群地震在发生。那这个地区的主要是大埔地震所造成的。气象署嘛，搁再提醒民众，地震发生的时，头一步一定要先保护家己的安全，接落来才是逃生。记者陈心彤、曾俊佑台北报道。最近天气寒死时，伫咧台南西梅岭风景区有梅花就已经开啊。过来1月阁有冷空气来到开，按算到1月中旬，就是梅花大开、看梅花上好时机。白色的梅花，中央阁有浅黄色的花蕊，看起来是有够水。台南真出名的梅岭风景区，最近因为冷气团的影响，中海拔的梅花提早开花，虽望要无全部拢开，不过有真侪民众已经去山顶来看梅花。抢先来看不用人挤了，就已经有稍微，因为算应该接近1层油了。梅花会提早开，主要原因是因为最近这10天梅岭拢落雨，梅花树水分有饱，而且冷风过境。互头一波的花黄先出现，嘛互梅花豆豆啊开出来。当地预估上暗的时间是伫咧明年1月中旬。另外，因为天气转凉，佚佗的人潮嘛有足侪商机。去年应该差不多啦，大概元月中旬左右，应该是慢慢会盛开。花期大概可以延续到2月初左右，应该都还有花。从12月中左右，陆陆续续，因为天气有一点转凉，所以人家愿意上山来爬山啊，还是说愿意到梅岭来走走，大概多了3、4成左右。目前梅岭除了梅花煞接开花以外，同款伫咧中海拔的二站坪梅峰古道，红季季的风铃木嘛当咧开，景致有影水。接落来，阁有山樱花、紫牡丹。道观继续开，一直到明年3月。台南市政府卖规划行销活动，还阁有接送车的服务，避免造成塞车。公司新闻温正雄台南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网络顶雄雄跳出一页出来，诈骗广告最近是查到国内有14间的物流公司，甲中国的诈骗集团来交结，3年开超过2亿的广告费咧共骗。警方抓到嫌犯18人，移送法办。再是联合报，台北甲新北公车甲捷运开放手机来使用这坐车扫码扫 QR code 的服务，打算对1月初3开始实施。最后是中国时报卫福部定案规定，急诊科甲家医科袂使来做医学美容相关的手术，新制度会伫咧元旦开始实施。再来看疾管署公布，今年到11月底，这梅毒的病例增加超过9000例，这多数拢是15岁至24岁少年仔。为着要加强防治性传染病，明年开始24岁以下，拢会当来免费做梅毒的快速体检。就是这个梅毒快筛试剂，只需要半点钟，就会当知影敢有去感染到梅毒。疾管署宣布讲，对明年开始，针对24岁以下少年族群也是学生，提供免钱的梅毒快筛。全台湾拢总有79间病院提供服务。因为疾管署监测发现讲，梅毒的疫情是出现警报，今年加起来到11月底，梅毒的确诊新增加9072例。尤其15到24岁少年族群，最近5年病例数同年增加，亲像今年1月到11月，已经有1722例。把潜在的个案能够找出来，找出来之后好好的治疗，治疗之后就可以阻断传播。其实筛检、治疗，这个都是阻断传播的方式。疾管署表示讲，梅毒是第3类的法定传染病，主要是透过性行为会传染，也是某仔囝对滴感染。梅毒伫感染了后会分3期，第1期的症头是包括私密处会出现袂停的溃疡，第2期是脚盘和手盘会出现皮疹，甚至拖到规身躯。少数无治疗的病人会入来到第3期，梅毒症会侵犯心脏、和脑神经等所在，有可能造成痴迷、半睡等等，危害到性命。疾管署提示讲，就算
算是无正头的梅毒，若是长期拢无治疗，可能影响生育，造成未生。性病它容易造成我们内在的性器官的组织的粘连，所以它确实有带来不孕的可能。但在这之前的话，因为一直发炎没有治好，所以可能会有慢性腹痛的情况。最近因为跨年 party 和聚会活动真多，社交活动真接，有可能增加性传染病的风险。疾管署提醒讲，性病会当预防嘛会当治疗。预防性病上重要的措施，就是性行为要专程治杀去。只要有无安全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来感染性传染病。建议要定期体检，量早看医生诊断治疗，才会当保护家己嘛保护伴侣。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会三读通过修正劳保条例，甲劳保半保入法。这中央政府爱担责任，每3年都要来定期检讨财务状况。劳工保险条例第29条、第66条及第69条条文修正通过。劳工保险条例30日咧立法院会三读通过，将政府半保佮有最后支付的责任写入去法律内底。也就是讲，若拄着迄年的保费收入无够通支应保险给付支出的时阵，政府应该要有适当的经费来半保，明定劳保财务由中央来担最后支付的责任，而且加入至少3年爱定期检讨保险财务的机制。调研的立委拢将有共识。再一次感谢各党的同仁，不分朝野共同支持。促成劳保条例3读通过，在这跨年让全国的劳工得到一份的礼物。我们建立每3年全面检讨财务的机制，这代表政府不会逃避问题，而是要用制度化的方式，滚动式的确保劳保财务的稳健与透明。劳保基金的财务负担愈来愈重，国民党立委廖伟雄也提醒讲，将最后支付的责任明文立法，只是予劳工一张上低限度的保单。并不代表劳保财务的危机已经解除。如果政府只会每年拨补预算，却不愿面对劳保结构性的缺口，不愿启动实质的制度改革，那么再多的法律文字，也最终会将国库的负担过重，而沦为徒劳无功的空白支票。虽然政府对民国109年开始就已经在半保劳保基金，不过过去干那政策方面的做法，也无法律的保障。也一间受法正式甲政府的责任写入去法律内底，不过劳保财务的压力原在，所落来敢会推动较全面的改革，有关受到各界关注。公视新闻组黄志正建工综合报道。国际上紧来看往来英国欧洲城市的高速列车欧洲之星，因为英伦海峡隧道的电力故障全面停驶，嘛造成交通大乱。Today I'm going to from London, but Eurostar is all day, everything and cancelled. All the planning for New Year festivities will be cancelled, and we'll still have to see how and when do we get home and how. Tomorrow I work, and it's shame because I don't know if I have a hotel for tonight, so it's very complicated. 欧洲之星表示，因为英伦海峡隧道内部这送电故障，佮再加上一台载货火车卡伫咧隧道内底，嘛造成规个交通袂紧袂当。旅客是会当免费来改票，也是取消订飞。英国的交通部已经派人收收，要查明停电的原因。再来看德国的这杜特银行一间分行，耶诞假期的时阵调查头，讲金库互人搬甲空去，损失大约是3000万欧元。目前银行已经暂时来封锁，嘛拒绝客户来办理业务，详细案情是搁爱调查。一大间银行的客户真生气，不过安怎话嘛无较绝，银行调查头等在调查当中。Was ist das für ein Gefühl, wenn man dann hier steht und nicht rein darf? Ein gutes, versteht sich von selber. Die Nacht nicht geschlafen, hier kommt keine Info. Das ist deprimierend, das ist auch schon höchst verdächtig, dass dass einfach nichts funktioniert hat. Weder eine Kamera noch sehr viel Geld und Schmuck von meinen Kindern, von meiner Frau und von mir selber auch. Und der sicherste Ort eigentlich, die Sparkasse bzw. Banken. Ne? 德国这间银行是伫29透早4点左右，消防警报咧等才方发现调查头。
警方判断这个贼仔用大型落空机对金库的地下室甲壁挖开走入来，初步估计超过3000个保险箱互撬开，每一个保险箱的保险价值大约1万欧元，内底金银财宝拢互搬了了。 Der Vorstand war gestern Nachmittag vor Ort, hat dann sich das Ausmaß des Schadens angeschaut und wir haben feststellen können, dass über 90% des Schließfächer aufgebrochen worden sind. 警方调查看到的人甲监视器锁定作案的车辆已经展开追查。Nee, Audi RS6, Entschuldigung, der wohl geflohen sein soll aus der betroffenen Tiefgarage und dementsprechend gehen die Ermittlungen hinsichtlich dieses Fahrzeugs. In diesem Fahrzeug haben mehrere Personen gesessen, die auch maskiert sind. 有看到的人甲警方讲，顶礼拜有看到几名查甫人摕大型的袋仔出现伫附近停车场的楼梯间。警方表示，调查人员估计，调查头的物件拢总价值1000万到9000万欧元之间。德新社就报道讲，这案可能是德国有史以来上大的窃盗案之一。公司新闻吴林编译。再来看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山尾是发生放射意外，造成3个人死亡。西班牙的南部是落雨落甲做大水。伫咧美国是有一个强度可能会达到这炸弹顶级的气旋当咧发展，新年假期期间拢总受到影响。为直升机看落，西放气的所在规个白茫茫，原地树啊甲山尾拢去互西砍掉咧。西班牙北部比利牛斯山尾的攀地考察，这是一个出世的圣地，当地日狗熊放射。迄当阵有6个人当咧做爬山出世训练，造成3个人死亡，1个人体温伤低。西班牙国民警卫队接到消息了后，赶紧去现场，甲这个体温伤低的民众送病院。西班牙南部安达洛西亚27开始雨到就无休困，规个做大水，真侪汽机车拢冲走去，还佫有民众失踪。礼拜暗，当局发出红色警报，呼吁民众踮伫室内，或者是去地势较悬的所在。也那国民警卫队嘛，赶紧咧找失踪的人。Pues no, de momento sigue la búsqueda del chico que ha tenido pues, bueno, una mala suerte de caer con la moto al agua. 当国民警卫队发现这个失踪的少年人的时阵，伊已经不幸罹难，这届做大水死亡人数增加到3个人。也那美国东北部、中西部甲大湖区，当受到冬季风暴、艾滋来的影响，费城2到2摄温度差不多摄氏16度，暗时降到零下7度。气象专家警告，这波强烈风暴可能持续发展做炸弹气旋，影响的范围为威斯康辛州到缅因州，估计到30透早会发生暴风雪、路嘛会结冰。目前已经发生几件连环车祸。We left Cable in northern Wisconsin this morning. About 6:45. It took us about 4 hours to drive down. Roads up north, the plows were out, but they were still pretty snow-packed, slick. 估计到30为止，这款的天气还是会继续影响大众运输，造成部分的所在停电。因为美国即马拄好是元旦甲新年连假的期间，不少游客拢按算出去佚佗。不过从2日开始，就已经有超过3600个航班因为天气的关系来取消，也佫有3万外的飞行机抓满分。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资料显示，估是美东时间29到下晡3点25分，有约6000班的飞行机抓满分，751个航班取消，严重冲击到游客假期的行程。公司新闻，陈时栋编译。今国际上有啥物大代志？做回来看世界。美国新人有去攻击委内瑞拉的一个码头。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已经对所有的运毒船发动攻击，即马就是换攻击运毒船的作业区。洪都拉斯的大选，川普表态支持的候选人阿斯夫拉来当选，不过双方的票数是差不到1%，保守派候选人纳斯拉亚提出挑战。韩国被嫌大的产业因为动保意识来提升，这政府已经宣布对明年1月初开始要全面禁止，违法上当要判5年。来看看咱国内今年2月这台中新光三越的中港店内爆炸，造成5个人死亡，38个人受伤。这检方已经侦查结束，认定讲这业者装修无申请许可，假使的开关嘛无关有好势。包括这总公司的副理，拢总13个人受到起诉。
民众伫超大型的耶诞树头前翕上楼纪念。台中新光3月中港店伫今年2月发生起爆了后，9月27日开幕。不过，迄当阵是造成5死38伤。台中地检署30侦结，认定业者涉内装修改装工程无依法申请许可，嘛无确实甲这个楼层的雅士总开关关起来等锁匙，甲新光3月细库的店长谢富的副理含相关承包商拢总13个人，照过失致死、过失伤害、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等罪嫌起诉。认定被告星光三月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相关管理、承揽人员共计13人，分别涉犯刑法过失致人于死、过失伤害、准失火及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等罪嫌提起公诉。检方调查了后发现，业者无提报消防防护计划就入场施工，听到假使楼期的检查期了后，无采取替代防护措施，嘛无确实甲假使的开关关起来，造成12楼美食街的主干管破损了后，假使漏泄，而且拄到热源造成起爆。新光3月发布声明，讲尊重而且配合司法调查，除了全台湾据点的总体检，嘛建立高规格的巡检，维护制度内空关风险。民代认为台中市府无掌握业者施工客载人力明显无够，爱检讨。台中市政府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这么大的百货公司进行装修，员工、消费者都知道，却只有台中市政府不知道，不能够等到发生的事情才进行公安稽查。稽查的这个能力可看见，我们台中市政府是不足啦。我觉得在这个稽查的部分一定要做好，不然的话，这个真的意外不能再次再发生啊。台中市都法局嘛表示讲，代志发生了后，除了随下令停工，嘛照建筑法罚因60万，3月内嘛建立全民独当制度，要求楼地板面积300平方公尺以上的商业场所，一定要设立现场供电告示牌。优先于全国建立一个全民独工制。我们针对 B3类300平方公尺以上的相关的商场的施工或室内装修，我们要求它比照营建工程，要做现场工程告示牌。台中市府强调讲，天然气管线施工是属天然气事业法来管理，嘛建议主管机关经济部来修法，含经法局订定驻地条例，建立天然气管线合格标准制度，而且纳入公安申报来确保施工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回顾今年台湾的大代志，除了这站新光3月的爆炸，还有7月8月政治的大罢免，9月这花莲马太安溪放山湖，10月非洲地震，12月这台北捷运的攻击事件引起社会惊吓。台湾2025年所发生的大小事，来看咱的详细报道。12月19日暗的下班时间，台北捷运发生随机攻击，引起社会关注，造成包含嫌犯在内计共4人死亡。回顾起来，台湾今年无什么病症。今年2月，台中新光3月发生爆炸，造成5人死亡，38人受伤。经历200多天的停业，算是目前台湾历史上上严重的爆火公安。气爆的这个范围相当的广哈，那有路人也受到了波及，造成欧卡，所以这个附近呢，我们都进行管制。5月份，三峡北大国校外口发生严重车祸，78岁驾驶驶真紧，从红灯去弄到学生甲家长，造成包含驾驶在内4人死亡，16人受伤。加上一寡个人驾驶出车祸的事件，也致使交通部修改规定，自明年5月份开始，个人换照的年岁对75岁降到70岁。未来要换照的70岁以上的这个高龄驾驶，我们希望都能够做到认知功能的检验。天灾部分，今年7月受到丹那斯风台、威帕风台，甲7月2日西洋气流影响，中南部透风落雨，风灾造成超过6万户的客家厝受损，台南甚至阁有连续7天的停班停课。南部救灾也未完全结束，9月23日，花莲马太安溪崩山湖溢出来，造成更加严重的灾情和伤亡。脚不见了。交掉了！因为江湖乡有人无及时撤离，造成这场灾难有19人死亡，5人失踪，157人受伤。中央地方同齐救灾，国军也在第一时间动员。只要民众愿意，国军可以进入屋内协助大家搬离大件的家具，也可以做清理的工作。严重的灾情也激出台湾人的爱心。拿到了，我们就准备移动了。灾区志工超过45万人次，真侪沙挑超人拢投入救灾，也靠民众的力量，让花莲灾区20天左右就恢复一般的生活。
若是天灾人祸、治安问题，也互台湾的民众心惊惊。10月份，台中逼出头一站的非洲地震，也互台湾守护这档的防疫出现破口。昨天，农业部的兽医所接获了由台中市动保处采自台中无期的一个畜牧场的一个病史。这站事件也致农业部宣布，对2007年开始，台湾要全面禁止用喷饲猪。谢谢大家。安那政治的部分，大罢免算是今年的大代志。7月2日进行第一波的投票，8月23第二波投票。31个国民党立委，阁有新竹市长高虹安拢无通过。虽然罢免结束，但是政治上的对立并无结束，颠倒愈来愈热辣。混乱的政治局势，定着会继续出现伫咧2026年。记者李选王志光台北报道。刚才看台北一个85岁老太太，去年5月不幸来胃着新冠肺炎，烦恼家己先走，这小儿麻痹的后生就无人照顾，所以就决定要甲翕死。反而是依照杀人罪，甲判2年6个月。不过这法官有来呼吁总统特赦，将2审来开庭。目前这总统府这边是无后续的消息。这个姓刘的负责人坐轮椅无压真低，亲情陪伊离开法院。这个负责人因后生是重度心脏人士，伊甲因后生抬死，一审以杀人罪判2年6个月。专案上诉了后，2审搁一届开庭。这个负责人的律师争取改用加工自杀来论罪。在当时被告不说，我了解的事实有限，我可能就照着卷证的方式来帮他做有力的辩护。但是过程中，可能被告也慢慢有一些释怀，然后对我信任比较多的时候，听他陈述到底这50几年，以及到底当天妈祖生日的时候发生什么事。负责人伫法庭争取规个帮盘，辩护律师主张讲，这个负责人照顾因囝50多年，就算因囝无法度表达，要是会当感受到这个囡仔早就已经无想要活，加上伊家己嘛有血啊，迄当阵搁去为着新冠肺炎。烦恼家己搁活嘛无偌久，以后无人通照顾因后生，所以决定家伊翕死。原底伊嘛按算要对后生做回去。如果他不理解被害人的想法，他怎么有办法把一个不能生活自理的人照顾到50几岁？我们合理的推论，其实被告跟被害人之间是有良好的沟通，虽然被害人没有办法讲话。去年5月，这个悲剧发生伫咧台北市上山，专案引起社会关注，尤其1审的判决文。法官嘛呼吁总统特赦，律师讲有甲总统府致接，不过总统府也无后续的消息。面对当朝的悲剧，要安怎提供照顾者身心的支持呢？照顾者他的身心负荷是跟着他自己本身的状况变动，不一定是跟被照顾者的状况联动，这就是非常关键。我们一直呼吁，应该是依据主要照顾者的身心状况核定喘息服务的额度。照顾者身心的压力是真大，而且一再发生悲剧。有学者分析，官方哮喘的服务、压度甲频率都有改善的空间，这嘛降低不少民众申请的意愿。这个拢爱精进相关的措施，为照顾者的角度出发，给因上大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第三方支付平台希罗配互查到讲涉嫌替这境外跋筊集团来洗钱，对这当中跳可比少。伫咧最近这4年过来，已经洗钱超过259亿，检方嘛已经抓到35个人。提供警力，直接攻击的犯罪据点。涉嫌的不法公司创伫台北市内湖上班，现场查扣真侪钱、大量文件，为员工到负责人抓35人。机手轮班24小时处理入金出金的问题，在清查这些人头账户的金流，也会发现有各国诈骗被害人的那个受骗的赃款。被羁押细路的主嫌甲细项财务表面上是做餐饮伫台北有名声，说是暗中做歹代。经过警方调查，2人涉嫌合作开发第三方支付平台 HeroPay， 替日本、中国、印度等国的破获集团洗钱，为中抽取相关千分之8手续费。为民国110年开始，4年外洗钱金额超过259亿，因也获利5亿外。获利来源是这个钱。到最后结算获利的时候，会以泰达币的方式交到币商那里，然后他们再跟他换新台币。不法集团设立第三方支付，虽然目前已经被废止，不过当初无经过合法申请登录，那这2年来仍顺利运作的。代理收付的工具是
银行账户，他好像是拿到虚拟账号，因为银行的虚拟账号它不会有限制说一定是第三方支付才可以拿。我们只要有收到检举，都会去办他们是不是真的有提供第三方支付。勘察會發射前，嫌犯的本事兩車私家車也予警方扣押，其中各負一台持單侵犯的保時捷，先予行政執行署拍賣，30用865萬賣出。記者綜合報道。各位看台北車頭是又閣發生攻擊事件，一個查甫人烏白市火災通報鈴，佮攻擊站務人員佮其他旅客。本分局員警獲報立即到場。因该男子于捷运站内任意按压火警铃，造成民众恐慌，经台北捷运站务员制止不听，遂对其喷洒辣椒水阻止。警方依恐吓公众现行犯逮捕后，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有民众是看到一个查甫人走去地下通道，去互保全、站长甲警察压制。这个查甫人伫咧车头的地下3楼，乌白化佮乌白市火灾通报铃，警方是抓人上班。我来看高雄捷运是一个40多岁查某人无代无志，伫咧车厢内底大细声，而且佫是车顶的这紧急电话，讲不准来发车。警方是随赶到现场，甲赶落车。这辈子我要13岁，没有侵犯过任何人隐私。29下晡，伫高雄捷运的后夜站，这名负责人伫车厢内底无代无志，开始匹配叫，连面对边仔人叽叽嘟嘟一直骂，连面讲要叫警察爱捷运袂当驶，边仔乘客看办事唔对，拢闪甲离。因为进前台北的攻击事件，互大家对公共运输的安全拢真敏感。警方接到通报，也早盾牌到场处理，发现负责人是定拄惹代志的乌名单，先按大伊的警署，请伊落车。整台列车200多人。一件事情耽误你3分钟，还有下一班。该名旅客并未提出报案或医疗需求，警方已告知相关权利，并陪同其搭乘至高雄车站出站。因为这件事件嘛，地叔搁在列车慢1分钟，加载无出大代志。不过，因应跨年暗过安全维护，高雄市警方29暗时再次针对捷运站表演舞台、百货公司3大场所发生攻击事件来进行实际演练。市长陈其迈强调，捷运站是安全维护的重点，包括人员疏散、歹徒的查测、甲救护站等等，拢爱具即时的应变能力，保障民众的安全。移到捷运站来做演练是因应更多的这种不同复合的这种状况来做更复杂的一种因应的一些实兵演练。陈其迈表示，这个跨年暗会维安级数全面提升，唔有加派警力提高警警率，也要求即时通报。到时2场跨年暗会会出动将近1600名警力，陪伴民众平安迎接新年的来到。记者柯家族交用高雄采访报道。永乐台南的跨年暗会也未开始，现场就真侪民众来占柜啊！只有是按算讲，今年来人数可能会比去年25万人更较侪。不过因为台北才拄发生攻击事件，即届这台南市警方嘛加派人特别来演练，让民众会当安心过新年。大型舞台已经搭好，活动也未开始，现场已经有民众在占位，有人抓帮顶管车、卖刷叮当，有人归去大布棚，甚至有人一透早专工落南，就是要抢好位参与介意的歌手，做伙伫台南跨年。那去年台南的活动省25万人来，似乎按算今年的人会阁增加。不过最近北部发生随机杀人的案件，似乎这回跨年禁止民众带大型的行李箱、黏影卡架、长腿来，专门提升维安规格。要来抢前面的位置，这样子比较看得到喜欢的团这样。我也还是有，但是就是也还好，因为现在政府什么警察也都做相关的措施。最近办活动，现场都有准备很多的警力，所以其实还蛮安心的。还是会注意一下身边周遭的有没有异常的行为或异常的动作。为了实现应应意外，市府29办大型维安实定演练，保警嫌犯伫现场等演舞团制作紧张，警方马上围过去，由特殊任务警察摕咸椒水甲电锹，甲人压掉咧，参救护伤患等应变能力演练。警方强调，今年跨年暗会维安警力平往年加1.7倍。除加强活动周边交通疏导外，针对会场实施征收与安全检查作业。并增设远端监视设备署组，及时监控预防，成立分区指挥应变编组。我们执法人员也知道说，第一时间要如何因应，如何定位这个滋事者，如何能够以强力优势的警力能够
马上把这个意外化解掉，然后让这个市民的安全能够得到确保。北部乌白太人的事件，到大民众也是心惊惊。大型活动既然无法度避免，主办单位就要规划完整安全配合，让各局处了解安怎应变。支付讲，跨年是一件欢喜的代志，大家嘛要提宽警觉，希望大家会当安全参加，平安回去，共同迎接新的一档的开始。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电影消息来看，屏东科技大学因的学校内底是会当骑奥多拜。今年10月才小连续发生2件这学生死亡的车祸，但有龙洞坑也造成车祸啊。这最近有一个学生骑车向一只乌狗所撞出来，还挡袂负转累残。这学校嘛表示，针对这龙洞坑的问题，会进来同步处理。屏东科技大学的查某学生，奥多拜稳稳啊骑，煞向有一只乌狗对边仔撞出来，弄着前脸。学生袂负反应刹车，规个人趴伫咧涂骹爬袂起来。加在边仔公车速度无紧，若无后果有失伤。这段画面打起伫网络，有不少学生讲，学校确实有不少龙洞坑，冇捌看过有人摕物件咧吃。大概在学生餐厅那边吧。哦，那里会有一些狗。那个狗是有人会喂养吗？还是？就是有些学生如果路过的话，就偶尔就喂它一点东西吃。进来的时候就发现，其实只有米白色那一只比较会常出现，然后黑色那一只的话就比较少出现。但是出车祸影片那一只应该是就是之前看到那一只黑色的。受伤学生送病院治疗了后，加在敢若刺伤，因为10月稍早发生2件学生骑车死亡车祸，学校对学生的交通安全真重视。不过，即摆说连龙洞坑嘛正做车祸的因素，学生认为学校爱负起责任。校方表示，并科大无设校坑，校方内底拢是龙洞坑，除了呼吁师生卖乌白饲狗以外，卖加强通报机制。如果发现游荡的犬猫哈，在校园里头，赶快通知我们学校的总务处或者是校安中心，那我们会做人道的驱离，那或者是我们会赶快去联系我们屏东县政府的动保的相关单位来做一个这个协处。学生表示，餐厅食食济，狗仔定拄走来遮等人吃，亲像这只白色的龙洞犬都接出现伫餐厅。校方强调，校方的猫狗若是无妨害到师生，会带去拔掉，有危险性的，就会通报动保单位来处理。学生若是发现有猫仔狗仔乱扫，拢会当随通报学校来处理。记者柯斌在柯家族柯超用屏东采访报道。再来看花莲的石腿坪是台湾东部重要宣河大石区，最近几年说因为咱人掠过头啊，这后包桥的数量是愈来愈少。虽然在地阿美族有设一个保育基地，不过这风台水流差破坏生态，嘛或者复育的工作是愈来愈艰难。或者连伫宣河大顶悬的车具杯去海内面放，方面乡港口部落的阿美族的人，伫石腿坪海域保育车具杯已经来到第4年。去年调查记录有124粒，但是今年受到风台造成大水槽流过来的影响，数量已经降到100粒以下。好几十吨的大木头一夜之间流到石梯坪这个区域的时候，他就想象一下，他把整片的珊瑚礁就把它刮除，就好像是一个货车或是一个坦克车把它碾过一样啊！那是天然灾害问题，人为的头版嘛是主因。亲像今年9月的时阵，协会才放5粒车具杯去海内面无几工大浪淘汰，这互保育人士是真艰苦。确实，现在是特别被关注，说如果要保育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对，那因为它在国际上，其实华盛顿公约的附录2，它是一直都是这个名录之中的物种，但是在台湾是还没有列为保育类这样。另外，保育团队嘛发现讲，石腿坪海域有真侪车具杯是生长伫无啥适合的翠影区，还是海边，需要刷去更加安全的所在。明年开始嘛会请水产试验所，帮助以人工的方式来养殖幼杯，再个也放弃较适合的生态地。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伫咧网络顶，常常传一寡互人沙无脏的话句，是用这华语的话音来讲台语，互人看甲不飒飒。有学者就指出讲，这是因为台湾对2001年开始才有台语课，所以大部分的时段唔知影台语有正确的字通好写。有网友伫咧网络打文讲老爸传信息，问伊讲锁匙有查无？2天内已经有9万多人起赞，嘛有真侪网友分享这款华语透烂台语的情形，亲像乌龟条有没有超生了？就是台语乌龟条敢有超生的意思，桌顶有放乌甜仔，也互时势听甲不飒飒，素心汤同款的写法，嘛互真侪人看了真爱笑。有大部分系学生就分享，处理的时段嘛会定定传台语火车文互伊，伊拢会去甲因教。
正确的台语字。一开始我会甲因纠正讲，哦，这毋是哦，毋是安尼写哦，伊正确的字是安怎？后来因伫咧甲朋友讲话的时阵，有当时会弄到台语，伊就会先传来问我讲，这里的台语是要安怎写？有台文系教授指出，台湾多数人唔知影台语有字，这和教育有关系。因为台湾是对2001年才开始有台语课，不过因为迄阵敢若国小才有，所以教学的程度和延续性拢无够。过去伫咧2001年9年课纲的迄个部分去，其实伊就敢若锁伫咧国校啦，伊可能就是唱歌，较侪就是唱歌。国校敢真正会去教台语拼音，真正教足深的台语汉字，其实较侪嘛是拢是教华台共同书。学者表示，知影讲台语有字的学生是伫咧2018年国家语言发展法三读通过了后，规个国家才动起来，才开始有进步的现象。这边的国家语言发展法通过了后，有一个无共款的所在，就是头有讲的，伊有延伸。因为咱咧学习的过程内底，总是爱有记忆，记忆总是长期的更较好嘛，是不是？所以伊会当延伸到国中，延伸到高中。有另外一个就是我头讲的，规个社会其实是咧震动的。学者认为，民众需要先建立台语正字的观念，再来发展趣味的话音。若是讲欠缺台语正字的观念，这款火车文，颠倒会互人看甲雾煞煞，真歹理解。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云林乌山水库要起的时，有发现一个大边顶的遗址。在2008年制定做考古遗址，后来佫设定一个乌山水库人文遗址馆，展出238件文物，这当中嘛包括牵手跳舞造型的文物，嘛反映出当时可能已经出现庆典的文化。2006年，乌山水库工程环评，在高溪乡基巴村发现完整保存的大碑顶遗址，包括新石器时代中期苏文红灰文化和晚期的英波文化。文物包括石器作坊、浮刻火灯跳灯等，各全个唯一的牵手跳舞普乌山灰库足3件。这个跳舞的就是人群这个部分呢，在展现的就是当时的这个就是生活在这边的这些就是人类他们呢这个部落里面也有一些就是群聚休闲娱乐那个生活方式跟我们现在其实非常相近的。成功大学考古研究所的教授刘业昌表示讲，这个文物大约是史前4000年到2500年，嘛发现出土的这个玉器，经过调查原料是对台湾东部的产地来的，所以在云林出土，显示史前人群已经有长距离交换和流通互动的能力。有许多不是一件而已，是好多从东部来的台湾散玉做的装饰品和工具，那就让我们觉得很奇怪了，他怎么样能够翻山越岭到我们云林来？走海路呢，还是走陆路？文管处表示讲，高溪大碑顶的遗址是呈现人类发展聚落的情形。第2008年，经过云林县政府的审议，指定做县定遗址，而且开1亿，在乌山水库边打造人文遗址馆。即卖会展出238件大碑顶遗址的文物，希望民众透过展览，更加了解云林史前文化的历史价值。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刚来看原声乐团，当年元旦拢会举办这新年的音乐会。这届音乐会是8年以来规格上界悬的，佮有含这台北的爱乐合唱团、甲高雄市交响乐团的合作。音乐当中会包括歌戏的元素、甲原住民的歌曲等等，要表现出台湾多元的声音。用歌戏常常听到的草琴调来演出古典音乐，原声乐团制作人表示，因逐年的新年音乐会拢会结合真侪台湾文化来表演，嘛指出每年元旦要办的音乐会，也甲台北爱乐合唱团、甲高雄市交响乐团合作，拢总超过150个人参与演出，是8年来规格上悬的。所以我们一步一步的、一场一场的，把这整个台湾的完整的文化架构把它呈现出来。元旦的新年音乐会用台湾的声音做主题，包含歌戏元素、高雄城市发展甲原住民歌曲。头届和原声乐团合作的台北爱乐合唱团讲，真欢喜本土乐团会当斗阵合作，来演出台湾的音乐，感觉真有意义。演出整场的台湾作品，我想这是有非常不同的意义，给大家、给全国的观众，然后让大家听到一个跟过去完全不一样音乐会的一个
形象。原声乐团表示，元旦的下晡2点会伫国家音乐厅演出，因希望用充满台湾声音的古典音乐来传达感情甲力量，陪伴民众行向新的一年，嘛甲世界交陪。记者陈心彤、曾俊佑台北报道。影这野生动物为着生存，为着卖互其他的动物拆食落饱，所以就发展出无共的困眠方法。亲像徛过一天会当困这几千届，一届敢若困4秒钟尔。影这海猪啊是用大脑分工，会当哪想哪困。只要有大脑的动物，拢需要休困，连水母这款无大脑的生物，嘛是需要休困的。We are sleeping in a safe place usually. And we forget, I think, about the risk of sleeping. 人甲宠物会使安心伫厝里嗷嗷困，毋过对着一寡伫外口的动物来讲，困的时阵就是上界危险的时阵，所以因发展出真侪款困眠的方式来降低风险。比如讲，伫咧南极的南极徛过，伫咧生团的时阵，会一个照顾囡仔，一个去呛水找物件食。因一届敢若困4秒钟，一天会使困几多千摆。These little micro sleeps, 4 seconds at a time, add up to 11 hours a day. And that seems to be enough to keep busy penguin parents going as they watch over their nests during the hectic breeding season. So nature has evolved ways to make shut-eye possible even in the most precarious situations. 科学家过去是透过动物目睭刻刻来推算困眠的时间。这几年使用微型脑波感测器，知影佫较侪秘密。若像偏海拔，是会使一边生烟裤啊，一边困。藏到上百公尺深安全的所在，醒起来才阁浮起来海面，这是动物界上界安全的困眠方式之一。另外，海猪会使用半边的大脑休困，搁那游泳，这互科学家拢感觉真新鲜。And I think catching the diversity of sleep in an ecological and evolutionary context would tell us a lot about the general role of sleep. 透过动物困眠的研究，显示困眠毋是一款固定的方式。是一套会使因应环境来做调整的生活策略，嘛打破人对着困眠的理解，这嘛正做一门新兴跨领域的研究方向。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译。下晡报天气写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7度到19度。中部地区14度到24度，南部地区15度到26度，东部地区17度到25度，外岛地区13度到20度。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那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